小朋友平安，又到了我们这个礼拜亲子礼拜的时间。在礼拜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爸爸，我们感谢你一个礼拜的看顾，也让我们在这个礼拜疫情能够慢慢的减缓。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保守看顾下，让我们的疫情能够快快的结束，离开我们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也让我们今天所要唱的诗歌、听的故事，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那我们用欢喜的心来赞美你，那我们用专心的灵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小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这礼拜读的是罗马书第8章第27节和第28节。罗马书第8章第27节到第28节。好，我们从27节开始来监察人的心的，也知信心的艺术。监察就是明了，不是知道。那我们再把这一句再念一次哦，来监察人的心的，也知信心的艺术。好，接下来，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，我们再把这句再念一次哦。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，我们一起把27节整句再念一次，来，监察人的心的，也知信心的意思。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，我们看第28节。28节。搁咱在万行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我们在这一句也讲到说，其实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啊。只要我们爱上帝，我们都从上帝那里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所以，我们再把这句再念一次来：搁咱在万行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来下一句，就是照伊定到的旨意来受调的。再把这句念一次哦，就是照伊定定的旨意来受调的。我们把28节一起从头念一次啦。搁咱在万行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定的旨意来受调的。好，我们一起监察人的心的，也知信心的意思，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。搁咱在万行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定的旨意来受调的。在这个礼拜都要在家里面一起来练习台语的读经哦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要一起来唱今天的诗歌《常常喜乐》。这首诗歌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比一些动作，所以呢，我们先一起来学习。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不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段。常常祷告，比一个祷告的姿势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比一下你手上的手表。主做事有定时，左右两边敲一敲。好，流泪撒种，必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，我们先把手从上面往下来，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在头上比一个爱心。好，抛开一切忧虑，往右边推出去。好，放下一切重担，往左边推出去。来到主的面前呢，我们要跑步转一圈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，请你用手把脸蒙住。冰冷的心，被主爱来温暖。干渴的灵，被主爱来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。换另外一只手，主是我的高台。死荫幽谷，一路有耶稣陪伴。我们再转一圈。好，
在这个礼拜，小朋友也可以继续看这个影片来学习这首诗歌哦。各位小朋友早，又到我们圣经信息的时间。我们这礼拜的主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。我们这礼拜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19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。既然你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，你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他为中心。第7节，在他里面扎根生长，建立信心。你们就是这样受教的，你们也要充满感谢的心。第8节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被虚妄的哲学迷住了，因为那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，是根据宇宙间所谓星宿之灵，而不是根据基督。第9节，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具体在基督里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保罗跟哥罗西书的教会的信徒讲到说，要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上帝的神性在基督里面，所以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。第10节，而你们跟基督连结，也得到了丰盛的生命，他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。11节，你们已经在基督的生命里受了割礼，这割礼不是人为的，而是他使你们摆脱肉身罪行的割礼。12节，因为你们受洗礼的时候，是跟基督一同埋葬，同时也借着信那使他复活的上帝的作为，而跟他一起复活。在这段保罗提到说，我们要相信基督，透过洗礼的行为，能够让基督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而改变我们的内心，重新再做一个真正新的人。第13节，从前你们有罪性，又是没有法律的外邦人，你们在灵性上是死的，但是上帝使你们在基督一同再活过来，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第14节，取消了那对我们不利法律束缚我们的罪债记录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毁掉了。第15节，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亲自解除了那些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，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，公开示众。在这段经文讲到，保罗跟我们说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他是胜过一切的掌权者，胜过一切的执政者。我们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再害怕所有的东西了。第16节，所以不要让人在你们的饮食、节期、月朔或安息日这些问题上用条例束缚你们。第17节，这一切不过是将来之事的影儿，基督才是实体。第18节，不要让那些坚持有特殊远见、故作谦虚、崇拜天使的人使你们丧失了得奖的机会。他们随着人的幻想，无故狂妄自大。第19节，跟元首基督断了联系，其实只有从身体的头基督，整个身体才能得到滋养，借着关节经络互相连结，按照上帝的旨意逐渐生长。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，保罗跟我们说到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头。当基督当了我们的头，我们的身体就会跟着基督一起成长。那我们也不再害怕所有恐怖的东西，我们的生活会重新得到新的生命、新的开始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知道说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，耶稣是我们生命中的元首。可是，在保罗提到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当我们的元首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仪式，在这个就常常是洗礼的仪式。大家可以看左边这张割礼的图，其实在旧约的时候，犹太人他们常会借由割礼这个行为来表示跟上帝之间的立约，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是透过洗礼来代表说我们跟上帝之间有新的立约。所以通常洗礼的意思就是说要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。所以我们可以来想想一下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除了基督信仰，有什么观念是我深信不疑的呢？第二个，我要如何跟元首基督有更多的连结，过一种
再活过来的生活呢？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迷信，在外国是在我们台湾，其实我们都常会去看星座。星座里面其实就讲到说啊，你出生的日期是什么星座？那很多星座学家会告诉我们说啊，你这个月的星座运势如何？那我们常常会就去看说啊，我这星座我这的运势好不好？那我就会运势好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；运势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担心害怕我会出了什么问题。所以我们常被星座来影响我们每天的想法或每天的作为。而在我们台湾，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农民历，我们常会去看农民历，今天是什么样的农民历，在农民历上是什么是好的日子还是不好的日子？那会有吉跟凶嘛？你今天适合做什么事情，不适合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常会被农民历所影响、所限制。所以其实，在今天的经文讲到说，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头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的元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去害怕被这些星座或是我们说农民历去所影响到，我们就会以耶稣基督来当做我们头，我们就会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要如何跟元首基督有更多连结，过一种再活过来的生活呢？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就要更积极跟耶稣有连结，在他里面扎根、生长、建立信心。其实以前有一个活动，就是上面这张图上所讲的 What will Jesus do WWJD 这个活动，他常会把这4个字做成手环啊、贴纸啊、吊饰啊，放在醒目地上，提醒我们自己基督徒说，如果耶稣在我目前的情况当中，他会说什么话，做什么选择呢？我们也可以试着这样来做做看，把 WWJD 写在我们醒目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是说，在这不同的情境下面，我是要为耶稣打球，或为耶稣祷告，或为耶稣关心别人，为耶稣说实话，让耶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。这样子，我们相信耶稣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。所以，当我们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中心，当作我们的生活中心的时候，当作我们的元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去害怕任何东西了。所以讲到农民历，下个月8月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农历7月，是我们常称的鬼月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鬼月？在我们一般传统信仰当中，相信鬼月的人其实是很多。在鬼月的时候，可能会有很多的限制啊，我不能去玩水啊，有些人说不能旅游，不能玩水，我怕会被鬼抓走或怎么样。所以小朋友，你们会害怕鬼吗？你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会不会看了一个鬼故事就不敢睡觉呢？在这边，老师要教导大家，就是跟耶稣做一个祷告。那我们可以先念这个华语的祷告，请大家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来念哦。大家可以这样祷告：小孩要睡觉，求主赐圣灵；祷告给主听，做梦不担心；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们也可以用台语来祷告，做一个祷告，可以跟老师一起来念：圣囝要安眠，求主赐信心，祈祷互主听，民望唔免惊。祈祷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所以当我们觉得遇到担心、害怕，或甚至我们遇到好像有生怕鬼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跟耶稣做这样的祷告，求耶稣来当做我们的元首。当耶稣做我们元首的时候，这些鬼灵或是不好的东西就不会再去限制我们。所以其实不止小孩子会害怕，其实大人也会遇到害怕的情况哦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左边有一个潘霍华牧师。其实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牧师潘霍华因为得罪了希特勒，被关进纳粹党的大牢里面。所以他在监狱当中，就是有人遇到面对害怕、黑暗、恐惧的时候，他常常向耶稣基督祷告，求主帮助他，让他在监狱里面有希望、有盼望。所以他在监狱里面，他也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词句。而右边的保罗，在我们保罗他也有被关在监狱里面过。其实，在圣经新约里面，加拉太书啊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和今天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，这4卷书信都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完成的。所以，即便保罗在这样一个黑暗、很恐惧的环境当中，他依旧对上帝、对耶稣有信心，去继续持续写信给这些教会的信徒，鼓励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潘霍华牧师
跟使徒保罗，他们在监狱里面写下了什么样优美的词句？一起来念盼望博士所写下的，就是对上帝有盼望的词句。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，不论如何期盼安慰，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，上帝都必将与我们同在。而使徒保罗也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里面的经文里面写到了，基督亲自解除了那些临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，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，公开示众。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、今天的圣经故事当中，第一个，我们是否相信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元首，做我们的头呢？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连结，我们就会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想到说，遇到不同的情境，我们都可以去思考说，耶稣，如果我是耶稣，耶稣会怎么样去做呢？当我们害怕，有压抑的情况的时候，会遇到我们会怕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头、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做，求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、盼望的祷告。无论是在每一个你担忧、害怕的时刻，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接受今天的圣经的信息的内容，一起来做这样的努力哦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句。我们先来看台语的金句，老师先来念一次。恁就着甲伊个人来生活。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，请小朋友跟老师一起念一次哦。恁就着甲伊个人来生活。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。好，国语的经文的金句，请大家跟老师一起来念一次哦。你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他为中心。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。一起再念一次哦！你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他为中心。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。好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我们信息结束的祷告，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，一起跟老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，还有圣经的经文，让我们了解到，主啊，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元首，是我们的头。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就会重新开始，我们不再害怕，不再恐惧那些星座、那些限制、那些规定，有主你来掌权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不再害怕，不再恐惧。也由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学习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学习向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所该做正确的选择，做正确的事，也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交在主你的手里，让我们每天都有信心、有盼望。我们将一切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亲像阮有下面五虎阮的人，无你吵阮一定是，着叫阮趁钱去拍的，因为个观念灵光拢是你所有，大家无尽。阿们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来进行实体的礼拜。那记得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，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准时参与我们主日学的线上礼拜。另外，我们还有台语礼拜及华语的礼拜，分别呢是在早上的9点跟10点45分。在礼拜3，还有我们的线上巴克理学堂，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参加。这个礼拜读经的范围，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19节。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19节。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半会进行国小的低、中、高年级视讯的分享活动，欢迎小朋友可以准时的参与。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，但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的方式，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。邀请家长可以在我们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，为小朋友留下参与礼拜的记录哦。各位亲爱的小朋友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又再经过一个礼拜，通过线上的方式一起进行主日学。愿上帝的祝福丰丰富富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。所以牧师要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陪伴我们在每一天。虽然在疫情当中，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到外面去玩，但是我们在家里头，我们仍然能够有不同的学习。我们为这样献上感恩，也愿你继续看顾，让整个疫情能够很快的被控制。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，通过这样子的学习，我们都得到从你而来的恩典。求你也丰丰富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身心灵的健康。同心在你面前献上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手作是一个手环，请你沿着黑色的实线把它剪下来，记得虚线的部分不要剪到，好，把它剪下来。所以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地方要剪到中间，不能把它剪断。另外左边这个十字架也是一样，它变成是从下面往上剪，剪到快要到中间的位置就要暂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请小朋友帮我们示范，拿剪刀来把旁边黑色的实线剪掉。上面这里跟下面这边两个这样子弄起来，这样就变成一个手环了。